年4月10日同11號期間，喺我身後嘅西九龍中心發生多件嚴重嘅 online game 事件。以下係一單謀殺案，疑犯係一名中國籍女子，年約20幾歲，特等身材。佢當日穿上一件殺手嘅制服，謀殺在場無數嘅菲林。我哋亦都當場向呢位疑犯錄咗一份口供，聽下佢點講。Chris 啊，頭先見你咧謀殺咗好多菲林喎，你有咩感覺啊？我覺得有咩感覺？其實都慣㗎啦，咁但係我基本上自己都好開心啦。咁同埋呢個謀殺罪名，我係絕對不會成立嘅。同埋我好多謝大家咁謀殺我啦。咁你謀殺咗好多菲林，你有冇悔意啊？你？我絕對冇悔意啦，我絕對唔會有悔意啦，同埋希望大家會繼續 keep 住做呢一樣嘢。Thank you。除咗佢本人之外，當日亦都有佢嘅影分身，差啲連我哋嘅公職人員都俾佢迷惑咗。我唔可以知法犯法嘅，偷嘢係唔啱噶。好彩我係受過專業訓練嘅公職人員，我仲把持得住。但係你睇下台下嘅呢啲觀眾，佢哋已經把持唔住啦。而我哋呢一位女疑犯亦都藉呢個機會，用好多唔同嘅影分身，希望從四方八面咁逃走。可惜佢最尾失敗咗。突然間，台下一名中國籍男子講出一句令人震驚嘅說話：我愛周周啦！我愛周周啦！哇，實在太毒啦！所以我哋最後用藏毒嘅罪名，請佢翻去協助調查。除咗藏毒同埋謀殺菲林之外，稍後我哋更加喺現場發現有人公然毆鬥，令到整件案嘅案情極為複雜。如果各位觀眾對以上嘅事件有任何嘅線索，請登入以下嘅網址。